講起紀律部隊，大家好自然就諗起警察、消防員，甚至係海關。但係你哋又知唔知道邊一支紀律部隊係喺空中服務嘅呢？政府飛行服務隊喺1993年4月1日成立，佢嘅前身係皇家香港輔助空軍，人數唔多，但係做嘅嘢一啲都唔少。飛行服務隊主要嘅職責咧就係做搜索同埋救援嘅。咁我哋負責嘅範圍咧，除咗香港境內咧之外，仲包括香港飛行情報區以外嘅400海里，都係屬於我哋嘅搜救範圍之一嘅。咁我哋亦都會參加一啲比較國際性嘅搜救活動啦。咁例如四川大地震啊，同埋之前排地安嘅搜救行動咧，我哋亦都有參與嘅。由執行任務到維修都要一手包辦，所以分開咗唔同嘅部門處理唔同嘅事務。咁我哋政府飛行服務隊就總共分開咗5個嘅支援組別。咁第一個就係行動組啦，就我哋嘅骨幹，就主要負責日常嘅搜救工作啊，或者正常嘅行動嘅。咁第二個組別就係訓練同埋標準啦，咁就係我哋培訓我哋嘅機師或者空勤主任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工程組，就係工程人員咧，就係負責日常嘅維修工作。另外有一個就係品質保證，咁就係去確保我哋嘅飛機符合民航處嘅條例。咁最後仲有一個就係行政組，就係負責一啲日常嘅物流工作啊、物料供應啊，同埋正常嘅行政工作。要執行各種空中任務，當然唔少得飛機。飛行服務隊有4種機種，而家見到呢架就係超級美洲豹，佢主要係用嚟搜索同進行拯救行動。大家見到呢一個咧就係個探射燈，咁呢個探射燈咧對我哋進行呢個夜間搜索同埋拯救行動咧非常之有幫助嘅。咁因為佢嘅光線咧就等於上萬支蠟燭一樣咁光嘅，咁而佢咧可以喐動嘅範圍就上下左右咧都冇問題嘅。咁所以呢個探射燈對我哋喺夜間山叢裏邊好黑暗嘅地方裏邊去揾一個行山人士或者傷者咧非常之有幫助嘅。機身兩邊有塑膠做表面嘅部分，當直升機要降落到水面，呢啲位置就會充氣，令直升機可以浮喺水面。而呢個橙色儀器，當掂到鹹水嗰陣，佢就會自動發出求救訊息。大家眼前見到呢個咧就係一個拯救嘅吊機。咁呢個拯救吊機通常我哋就會係進行一啲拯救行動嗰時會用到嘅。咁咧我哋會用呢個拯救吊機咧，就吊一啲空勤主任咧落現場嗰度，然後吊起個傷者，吊翻上嚟直升機入邊嘅。咁你見到前一個就係一個主要嘅拯救吊機，咁佢承受嘅重量咧就有600磅嘅。咁如果呢個主要嘅拯救吊機有任何事故發生，譬如一啲繩索翹住咗或者繩索有損毀嘅話咧，我哋可以利用呢個後備嘅拯救吊機繼續拯救我哋行動。而呢個後備嘅拯救吊機咧，可以承重嘅重量就係有300磅嘅。底下亦有個外置吊貨鈎，除咗可以用嚟吊貨，佢仲可以吊住呢一個大水缸。當有山火嘅時候，就會出動救火。唔好睇佢哋細細地，佢可以裝到大約1000支大支裝嘅可樂。呢架機比民航直升機大好多㗎。普通嘅民航機最多可以容納8至10人，但係呢架機連埋機師最多可以容納27人。呢架 EC-155B1 嘅直升機主要進行運輸嘅工作，佢嘅外形係咪好似海豚呢？所以呢種直升機俗稱海豚。海豚連埋機師最多可以載15個人。由於主要係用嚟運輸，所以其他儀器好似探射燈、吊機都冇裝上去。海豚亦有另一個用途，喺機上會加上緊急醫療監察裝置同台床，咁就可以俾醫生喺機上進行急救。而呢架節流41嘅定翼機係全個飛行服務隊最大嘅機種，唔好以為大就好食油喎。原來呢架機係用嚟做長時間嘅搜索指揮，事關佢嘅油缸較為大，同埋佢係以渦輪發動方法推動，所以比直升機慳油㗎。機尾位置有3個窿，當確定地面目標嘅時候，就會喺呢度投放定位煙霧彈，其他救援直升機就可以知道位置。另外，飛機嘅底部有360度全方位搜索雷達，仲有夜視鏡，方便進行夜間行動。而呢架好似花式飛行機嘅機種，係全飛行服務隊最細嘅飛機，主要係用嚟俾機師練習。而家機隊一共有10架飛機。除咗直升機同飛機外，佢哋每次出動都有特別嘅裝備。Ivan 啊，其實呢件係咩嚟嘅咧？呢件咧我哋叫做 SOV 啦
Special Operation Vest，咁其實你當佢係一件救生衣啦。咁首先見到咁呢件救生衣呢度有兩條珠鏈咁樣，你只要一拉脹佢嘅話咧，咁一拉斷佢嘅話咧，佢呢件救生衣自己就會脹起，咁就提供一個浮嘅功能咁樣喺水面度浮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類似氧氣樽咁嘅嘢啦。咁佢可以提供一個3分鐘嘅氧氣俾你嘅。另外左手邊仲有一個細袋咧，一個 First Aid Kit，一個急救用嘅小包，咁係提供一少少嘅急救用嘅物料俾你咁樣。佢哋嘅頭盔亦係特製，頭盔入邊有耳筒同溝通儀器，前面有2塊保護鏡片，透明嘅係用嚟防風沙，黑色嘅係用嚟防太陽光。雖然咁多儀器幫手，不過好多時執行任務都會遇上唔同嘅困難。咁我哋喺大風或者係打風嘅時候，我哋需要搜索嘅時候咧，通常雲層同埋能見度咧都會比較低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需要搜索水面嘅目標嘅時候咧，我哋都需要下降到比較低啲嘅高度啦，進行目視嘅搜索。咁嗰個情況之下咧，風險亦都會增加。咁除咗天氣方面咧，我哋仲會有一個語言溝通嘅困難啦。因為頭先講過啦，我哋嘅負責範圍係去到南邊700海里，有機會係需要同唔同國家嘅船員去溝通嘅。咁所以除咗天氣之外，語言都係主要嘅困難之一。想成為佢哋嘅一份子，唔一定要識揸飛機㗎，因為佢哋會提供培訓，但係就要符合一啲要求。咁首先都要一定有良好嘅視力。咁因為我哋工作咧就包括咗一啲目視嘅搜索，就等於我哋架直升機如果喺高空裏邊要揾一啲細嘅目標嘅話咧，要對視力咧有一定嘅要求先可以做到嘅。咁學歷方面咧，因為我哋飛行嘅國際語言咧都係英文嘅，咁所以喺語言上面咧都要有一定嘅程度。未來佢哋會堅守佢哋嘅使命，為香港同世界有需要嘅地方提供最快最有效率嘅服務。